名古屋係日本愛知縣嘅首府，位於本州島中部，係日本第4大城市，僅次於東京、橫濱、大阪，亦都係中部地區嘅經濟、文化同交通中心，又係日本3大都市圈之一。名古屋人口大約230萬人，中京圈核心城市，由東京同京都之間，因此又被稱為中京。白川鄉位於岐阜縣山區，以合掌造、茅草屋頂嘅人字形木屋聞名。呢一種建築適應豪雪環境，歷史可追溯至江戶時代17到19世紀。1995年，同5個山一同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代表日本傳統聚落同自然共生嘅典範。白川鄉合掌村因為地處深山，交通不便，居民以養蠶、火藥製造、燒石為生，形成自給自足嘅社群。屋頂茅草需每30到40年更換，全村協力嘅結制度體現互助精神。20世紀中葉時，因水壩建設面臨消失危機，當地發起保存運動，現為熱門觀光地方。冬季點燈活動吸引全球遊客，展現童話般嘅雪景。名古屋代表都市發展史白川鄉則體現農村傳統，共同呈現日本中部嘅多樣性。名古屋白川鄉4季前往，有4種特色、4種情懷。名古屋係前往白川鄉嘅主要門戶，乘巴士大約3個鐘，成日被為旅客規劃一條最佳路線。